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西貢市中心嘅屋苑，一房租金就11800，電嘅熱水爐，左乾濕分離，廚房就開放式廚房。呢個屋苑有 lift 嘅，有 lift， 11800。有興趣嘅就盡快聯絡我啦，多謝收看呢個頻道。